Mayring Group 由金旺總裁同埋佢嘅兒子 William Wu 經營嘅。佢哋喺2020至2021年之間咧，投資咗大約1.5億，幾乎所有嘅物業咧都已經賣咗出去啦。以下幾個項目咧，我哋要注意下嘅。第一個咧就係23號 Vaucluse Road 740萬買翻入嚟，跟住1225萬今年年頭就賣翻出去。31號 Vaucluse Road 21年買咗1332萬。經過2次嘅買家成交唔到咧，最終咧就2060萬咧，第3個買家咧就成功咧 settle 咗，跟住已經開始裝修。咁有22號 Wentworth Road 4年前買1978萬買入，跟住今年咧就2380萬轉讓出去，乜都未做過㗎嚇。39號 Wentworth Road Vaucluse 咧就賣過超過7年啦，佢自己咧亦都係住喺裏邊嘅。咁23年嗰陣時咧。就3200萬轉讓出去，我嘅客咧就係 off market 睇中咗之後咧就好中意就買咗落嚟啦。咁有2號 Wynalla Road Point Papa 亦都係咧我1100萬咧幫個客買翻入嚟嘅。雖然咧呢間咧唔係5家嘅最佳嘅投資，但係咧對我客人嚟講呢個投資率就非常好嘅回報。你問下依家喺 Point Papa 你喺邊度可以買到700幾平嘅平方嘅獨立屋，係1100萬左右，真係唔容易㗎。咁佢另外一個非常之成功嘅投資咧就係22號 A Carrara Road Vaucluse 2020年嗰陣時咧就2550萬買翻嚟。咁佢做咗 DA 之後咧，最近咧就轉讓4000萬就賣翻出去啦。4號 Black Street Vaucluse 21年咧亦都係2320萬買入嚟。聽人講咧，佢就秘密地咧就已經賣咗出去啦。咁呢樣嘢就未確定嘅。咁最近啱啱出售就係2至4號 Tarrant Avenue Bellevue Hill，佢當時2550萬買入，最近咧就超過4000萬咧，就賣翻出去，已經有賺咗1500萬啦。總結嚟講咧，吳氏家族咧喺東區咧都投資咗145萬噶啦。呢2年咧，佢已經把所有嘅屋咧已經差不多超過188萬噶啦。明顯地，東區係一個好嘅投資嘅機會。我都可以幫你介紹東區有潛力嘅物業。如果你需要我幫忙嘅話，我係 Janet Chan， 你嘅買家中介。